我真係搞唔明白，喺珠海市區依家仲有人啊，使2-3萬嘅價錢去買一啲二手舊樓，你買翻個第四代住宅唔好咩？仲配埋咁靚嘅超級會所啊！哇，99方啊，或者整個5.9米開間嘅大廳出嚟，珠海市區首個第四代住宅就係呢個啦。隔離1.2公里啊，就係南平華發商都啦。翻到港珠澳關口咧，都係揸車15分鐘。首先入門介紹下呢啲啊，華為嘅智能系統都係送嘅，呢啲櫃全部都幫你整好晒啦。呢邊第一間房啊都唔細嘅，呢個重點啊，洗衣房全部擺晒喺度啦，都係交付標準啊，晾晒就唔使擺喺客廳啦。飛機嘅戶型冇任何嘅過度浪費啊，最重點啊，仲係100%嘅使用率啊。U 型嘅大廚房夠晒大啦，做埋 LDK 半開放式啊！如果你想要細間房咧，喺呢度隔多一間房都冇問題。咁啊，最後咧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啊，270度採光玻璃啊，呢邊仲帶埋一個主套間嘅。咁啊，依家咧個價錢真係特別平，可以話咧隔離嘅二手樓嘅價錢咧買第四代住宅，中意嘅幫我睇樓。